忘记带到领钱的卡，凯瑞要回去拿，所以像我现在一个人呢，在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，看起来好像很多好吃的哎，我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了。这是卖面包的店，给你们看，这超多人的。然后这边是卖沙拉的，然后这里还有卖可丽露。有最喜欢的可丽露，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小吃的东西，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来逛一下好了。因为你想买星巴克，所以我现在准备要去买一个星巴克，趁我老公回来。给你们看日本星巴克的蛋糕，它这边有一个那个樱花蛋糕，它蛋糕看起来都好吃，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这个经典的 New York cheesecake 是一样的。老公来接我了，是吗？我已经自己点完星巴克了，星巴克还没有拿到，我只拿到袋子而已。为什么？就先给我袋子。哦，变了一个焦糖拿铁，然后我去逼，他就可以把牛奶加满。他现一个厉害的，我刚刚跟你们介绍的那个面包店，他有卖一个萨姆利的面包，萨姆利和咖喱，我决定买一个吃看看。来，海瑞最喜欢吃的那个，加一根，刚出炉这第一排。OK，那这好像很厉害，这个海盐卷，我买一个，都是海盐卷控。上面是人气第2名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海盐卷啊。好，这个，它上面这个还是底下的？都可以。那帮你选这个好了。好。这水也很厉害，还有这个南蛮鸡的这个。对啊。怎么办？你先吃这个。好啊。明天也可以吃啊。明天也可以吃，后天就要回去。但后天我们是4点多的飞机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玩一下。飞机。Go。好，松岛见。凯瑞的岛，凯瑞的本名里面有个松字，带凯瑞来松岛一下。哇，这个岛好可怕啊！好大声哦！这比较可爱。就这样吗？没有这样啊！你看我还是要顾你啊，你自己哪有办法？对啊，一直有那个海鲜那种烤海鲜的味道。这边烤的啊！太大只了吧！いくら切りますか？はい。受不了！我就觉得那个阿公挖完之后要不要贴贴布？对啊，看着都觉得好酸哦。很辛苦。对，很辛苦。啊，我在松岛啦！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超多人排队的店。这干贝可能要先吃，就决定要先去吃看。那你要吃哪一颗？那我吃一口。好，这一口。它是有酱烤，而且有奶油煮的哦。没有，我们这没有奶油煮，我们是煎的。哇，好吃。OK， 好。这直接喝的是吗？应该是连那个汤一起喝。好了。好。好吃吗？鲜味吗？它刚刚是在我们面前现开。超好吃。我给你看我的这个牡蛎超大的，这里好吃哦。好，超大的，那个真的超大的，夸张，这不知道怎么吃。运气很好。超好吃的，而且你后面这个风景，好吃到想哭。下一站喽。我看你要个烤鱼板喽，它拿到是像这样，然后应该是烤到有点蓬蓬。好，你看的非常随意。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凯瑞买了那个仙台有名的那个毛豆奶昔吗？好像是。好紧张哦，我很怕奶昔的味道，所以我现在紧张。我看看。我不行。爱你。带点卤肉味，为什么？它奶昔的那个味道，好喝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可爱吧？超可爱，像小丸子会吃的。像麻糬吗？不是这样。鱼板就是鱼板，厚的鱼板。我们吃那种炸物那种鱼板。啊，这个我用煮的应该很好吃。在那东烤的，还算不错吃啊，可以体验看看。我就可以体验看看。没有吃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蛮特别的。OK。OK，我们下一站喽。
们在走路走，是松岛日本重要文化资产五大堂的入口进去，因为也是四五大堂，也是一个寺庙，酷哦。走过一个桥。啊，走过一个桥，上面有飞机。真的？我仙台的刚飞的。哇，这个桥。这桥。怎么样？那你要拍吗？有人跟我一样很怕走各种桥嘛，吊桥，只要什么桥，只要底下有那个，只要有一个像河流的或是一个小溪，我都很怕桥类的。它兴建于1604年。平安时代将军板上田村麻吕，日本的平安时代，它那时候是很浮夸、很豪华的一个寺庙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年代。对。然后它也是这个直觉大师修行的地方。哦，日语中我知道了，伊达的意思不是说是伊达正宗，是源于伊达正宗那个年代崇尚奢华的风格，所以现在看到伊达就是很奢华的意思。哦。就是很多宝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鸡烧。鸡烧，而且好吃哎！这是刚刚我们买那间285隔壁。这个不用加柠檬，因为它真的新鲜到不用加柠檬。这间是我觉得我私心觉得最推的，我弄起来给你们看。哦，这个汁。来一口咯。哇，在冒烟呢！傻眼。先看凯瑞吃鱿鱼，它之前都是属于海味很重，所以它是很新鲜的那种。好好吃哦！它是2只哎，超好吃的。而且你们看我们后面这个景，松岛的天空。佐藤家。我现在来到佐藤家，今天要到佐藤家参观一下。那我现在准备进去了。好。来佐藤家参观哦。好 ，Let's go。带大家参观一下佐藤家，就在日本人家中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好，我吃喽。很好吃哎！第一次吃日本团子，那之后日本人在买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很厉害。好像是100年治国。你们看这个，我期待超久的草莓大福，我发现他们的麻糬的皮是咸的，你就这样咬一口，跟着草莓一起咬。好吃哦。Q 嫩嫩的，太好了。Q 嫩嫩。OK， 那我们偷懒就到这里了。OK。然后晚上回去仙台再看他去哪里。拜。倒数第1天。明天回台湾了，回去要喝乌弄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们现在在仙台。今天早上刚好我出门的时候想说，要去哪里看樱花？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打开 FB 搜寻仙台魅力，再发现是仙台就是观光局他们官方的脸书，中文的脸书。我刚好看到他小编发了一个限动，说现在这2天在仙台人可以去锦町公园看樱花。他会跟你讲说今天要去哪里？对，他会告诉你说现在刚好有什么东西，你可以体验仙台现在有什么东西。仙台的算是更新的很勤，因为刚好就是4月1号台南又要直飞仙台。OK， 那先买杯咖啡，然后我们要坐计程车直接去锦町公园。锦町公园，保证有樱花。Go。很多小孩骑脚踏车，就是婴儿，不是婴儿，很小的那种小朋友骑脚踏车来看樱花。学龄前儿童。对，学龄前儿童。你的花嘞？它一直都在我头上。它现在一直在落。对，狂落。落樱花，好美哦！我等一下要打视讯给我看。它一直在落，一直落在我头上。
其实这边的樱花比起东京跟那个大阪，可能没有那么多后面的景，但它这边就是很日本当地的感觉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野餐聚餐。就是樱花，对，这就是樱花。樱花酒里面的樱花。哎，樱花酒，大家可以在台湾就喝到樱花酒，花道物语樱花酒会放在资讯栏。这很漂亮。这边可以玩一个下午哎。那你要去买东西了？拿去买东西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要拍几张照片，我要拍一个线动，然后先拍照，漂亮的吧？